世界萬航台攏佇咱台灣新眼界。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好，我是主持人吳平仁。在今年有了新的進步，咱的長照要精進變做3.0向前行，服務變多，範圍大，支出嘛增加，但是攏用甲這個加分的稅關呢有時有盡，按時呢按算要繼續保險制，到後才有通好存車，敢是安尼？其他的制度改變，咱今仔日4位專家甲當事者鬥陣來討論。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副秘書長劉宇哲。好，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二位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副主任張小嫻。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工會專員會副理事長嘉培芳。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是新北市長照協會理事長張婉玲。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首先，咱就來關心。那麼目前針對着有請外籍的看護的家庭，嘛新增加着社區式的照護補助，和照護者較濟的空間，嘛有社交的活動。那麼另外，為着落實資源整合，照顧着獨居的老人呢，衛福部嘛甲內政部來啟動着動腦普查。社家屬來表示，到2025年底，台灣立冊在案關懷獨居老人有65000人，不過實際上獨居的老人可能有70萬人。平常時喺中島老大人佇日照中心做伙聽歌叮當一個，當照3.0計劃對2026年開始正式啟動，已經有真儕項新措施，對前一年開始分階段實施。目前針對請外籍看護的家庭，嘛新增加社區式的照護補助。那來這邊之後，他們其實白天的話，可以來這邊參加活動啊，增加他們的互動性，這樣還有他們自主的獨立性這樣子。那這樣子的話，其實外看可以稍微得到一些喘息。過去長照2.0有請外籍看護的家庭，敢會當申請居家歇喘服務。即馬3.0的版本會當使用逐個月照顧服務額度的30%，申請居家照顧以外社區服務，親像日照家托，或提供照顧的人更較儕空間，會當促進老大人的社交活動。一直都有人一直來加入我們，這個如果沒有由1966那個照管專員或者是個案管理師那邊主動去推動跟發布，基本上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是不知道。另外，針對獨老的議題，衛福部嘛聯合來政部啟動獨老的普查。社家屬表示講，到2025年底，台灣有列冊關懷中的獨居老人有65000人，不過估計實際獨居老人有可能到70萬人。外界反倒講，安怎防老高是重點。還是要靠在地人先關心在地人，其實鄰里的力量還是最重要的，因為有可能這個老人是在這邊租房子，所以其實戶政系統根本是不知道的，鄰居、鄰長有可能就會了解。第一線的社工師是提醒講，老大人面對造冊是煩惱紅標籤化，安怎提升接受度嘛是重點。衛福部長趙宗良嘛提出4大政策面對超高齡社會，人口結構的急劇的改變，那麼我們也要做一些調整，特別是在醫療照護這種體系上也要因應。趙宗良強調講，面對人口結構變化真大，會以預防適齡的健康促進、去中心化的照護、分散式照顧轉型和健保支付制度、論價值給付和科技導入4大面向來落實調整。記者綜合報道。其實咱睇新聞台看了後，大部分的這個觀眾朋友可能對咱的長照3.0的體系也是無啥有了解，用到的人有理解，可能有理解一點點啊。敢若大象吼，你去望大象共款，望到片仔來講，後來生做敢若片仔，啊望到骹條吼，敢若骹條。其實就對全模吼，全到底生做啥物模樣，你無了解。第一3.0吼，咱來看，住宿的機構補助增加，每年12萬至18萬，減輕使用者的負擔。第二，無芳
銜接醫療啦，也是講你動靜，你若出院的時間，你準備啊，你要空等，以早可能要等2天至1禮拜，即馬等2天，那麼建立在體責任醫療網，也是講即馬這在體醫療網吼，已經會設好，吼，講伊會設好啦，我毋知實際上是安怎吼。24點鐘每禮拜7天緊急的諮詢，吼，講會做到安尼。另外，智慧科技的輔具啊，新增加租賃制的這個輔具啊，每3年最高補助6萬塊，也就是講，譬如講老虎咪，你這台電動車有通補助6萬塊，提升照護的這個靈活性。除了這以外，咱倒邊啊，閣有看打破原來50歲的門檻，50歲以下，你若少年的失智的，也有通得到資源。啊，這新增加 PAC 的急性了後期照護，就是了他講啊，吼。另外，啟動流程了拍1699專線，照管專員到府來判定啊 CMS 啊，看你會安怎啊，你會登記啊，互你會當互你指導。看起來真招文啊，但是啊，閣一項以後的財源是毋是要來改變？要變做保險制，你的雇主吼。政府交6成，雇主交2成，啊，你愛交2成，變做敢若健保共款，這是毋是會影響到咱每一個人，甚至是通貨膨脹？吼，這嘛無一定。我要先請教咱的這個老副秘書長吼，你看這個長照3.0，對你家來講，上有感覺的是啥物？上有感覺。嘛無啥物感覺，嘛無啥物感覺，真正啥攏無，像恁對我講的，電動車會當補助到6萬塊，對我來講有補無？我一台電動車已經到15萬以上啊，所以才補助我這6萬塊，連一半攏無夠。哦，安尼阮厝裡都該負擔真濟的。經費佇咧我的電動車頂懸，啊但是這台電動車對我有啥物好處？若無這台電動車變成別人愛甲我剎輪椅，我是毋是迄個照顧的迄個工課就會較重？我若用電動車，我就會當講，照顧我的人會當小可較輕鬆，吼，就免逐項去倒位。哦，都愛來甲我殺，伊就只要對我邊仔就好。啊，但是佇咧喘息服務來講，我家己本身是請外勞來幫我照顧。啊，但是咧，這個喘息服務來，你到底會使去倒位？你到底會使做啥？基本上攏住喺厝誒。伊嘛無做啥通去？對，像我閣有一個10歲的囡仔，哦，伊嘛就呢外勞，差不多攏是禮拜日要休困，啊，但是我的囡仔嘛是禮拜日要出去佚佗，安尼變講啥人要來甲我幫忙？若是用喘息服務的服務人員，伊就講袂使，你敢若會使踮咧厝咧，加我互你我帶你去公園行行咧，嘿，踅踅咧。啊，但是你會使行偌遠，這個無一定的標準。好，所以你講這個服務有好無？敢若有，閣敢若無。哦，因為若無理想，你認為的理想是安怎愛來做？真正會當，互你服務焦掉啊，互你有這有感。我認為的理想是安尼，我的角色是啥貨？你著幫助我的角色的去做更較多的代志。例如講，我的角色，我是一個家長，我需要幫忙，你著來幫忙我，來做好一個爸爸的角色。哦，莫講啊，因為即擺的服務是安尼。就是伊看到我的人是，因為我有障礙，我需要人照顧，所以大家袂記我有一個，我是翁婿，我是爸爸，
我是可能是大家的好朋友，即個角色無去啊，所以嘛，定定我嘛喺咧做工課的時陣，我嘛就咧看到一般的需要照顧的老人啊，也是障礙者，定定甲即個政策來講是對立的，就是政策哈，往往是看到即個障礙者的障礙，啊，你倒位破病啊，啊，你倒位失靈啊，但是咧，你無看到我即個人，啊，嘛共款，今仔日即個老人需要人的照顧，但是你有去想到無？伊可能嘛是阿公阿嬤。啊，那比如講以你親身的例，你頭拄仔講你拜日，啊恁兜的即個查某囝嘛愛出去佚佗，對啊，吼啊，即個甲你照顧的即個外籍的移工，伊嘛愛出去休困，休困對。啊，即陣是你是希望誒，甲你休喘的即個服務的人，愛對你做啥物工課？啊，都是陪我做伙出門。陪你做伙出門。出門對，安尼比如講佇咧這出門的過程中，今仔可能今仔日要去兒童樂園佚佗啊，你就陪我去兒童樂園。哦，但是你唔是替我照顧這個囡仔，你是來協助我。輔助你。輔助我，吼，例如講啊，這中可能我要食飯，哦，我有需要人幫我飼飯，啊，我中需要去便所，啊，你就協助我去便所，吼，安尼我嘛是需要人來甲我幫忙啊，哦，你袂當講啊，我甲我的囡仔出門啊，哦，所以我這個障礙的這個狀況就無去啊，這是無可能的代志。是，對，是，若是這樣技術性，還是在設計上，我要就請教張副主任嘛。伊咧愛這個物件，其實是算佫較幼，吼。啊，要做到講，我要陪你，你若要去倒位吼，幫助你的功能會當發揮。但是咱即馬的教護員，會做的攏是物理性，啊，互你會行，會當來洗身軀，會當來創啥物。啊，要做較濟，可能在技術上，還是心態上，佫愛佫訓練咯，是毋是安尼？對，嘿，第一是講，這個服務真正是，邊講，就是講愛做的範圍啦，吼，比即馬佫較濟，佫較幼，所以對服務員來講，伊就必須要經過訓練，吼，而且像頭拄仔講的講啊，伊就要殺出門，啊，殺出門這較遠的所在，吼，有安全無？這可能嘛是因的煩惱的，吼，也是講伊要做的代志是毋是迄個空間甲厝的都無共款，吼，所以伊必須講愛經過訓練，吼，也是講觀念，這攏愛去調整。但講轉來是講，咱這個服務愛做到啥物程度，吼，像即馬衛福部佇講吼，咱服務員愛分開啦，吼，核心甲非核心，就是講較重要的代志。譬如講，就是有較嚴重的吼，咱遮的障礙者是咱是大人，需要佇厝的家己倒洗身軀，吼，愛刷叮當，吼，啊，遮的代志無做袂當，吼，所以呢，咱的服務員就會使分兩種無共款的人，有的人吼，伊的技術就較好，吼，啊，咱是毋是互伊加一寡這費用，吼，啊，伊會使做佫較重要的代志，嘿，啊，有的人你講陪，有當時啊講陪伴爾，吼，也是講鬥買物啊，吼，啊，這都是較輕的嘛，吼，啊，這的代志愛分開，即嘛是未來啦，吼，未來即嘛開始伫研究講，咱是毋是甲分開，毋是講一個服務員自頭做到尾，吼，所以有幾個即個，譬如講障礙者的朋友，就伫講啊，因的需要是安尼，吼，啊，有當時是大人的需要是安尼，啊，咱經講大家共同啦，共同需要的，吼，啊，或者的服務員佇訓練的時陣會使會當佫較這眉眉角角吼，會使佫較注意講，也是講互伊的訓練啦，吼，有較無共款啦。啊，但是講轉來，其實咱遮的服務攏有
無共款的設計，咱遮的服務是無共款的設計，吼，原意是無共款的，所以嘛袂當講安尼做都完全無感覺，也是講，我敢會當講，咱即馬政府有伫做，吼，只是無做好，未做到遐爾理想的目標。因為我所在即馬教學員還佫無夠嚴咧。即馬大家攏無夠嚴，攏欠人。每一個行業攏欠人。比如對你來講，你就是你厝裡有一個外籍的移工來甲你鬥相共。對。安尼對你來講敢有夠？安尼對我來講就是就是逐項代志，就是即個移工愛去做。但是就變種伊若要休困，阮就真正就愛吵遮久的。對，但是即馬吼，嘿，但是像即馬有片移工的這家庭吼，若休困的，若即馬就是一禮拜會使休一工嘛吼，休一工伊咱的這衛福部啊，就講無恁會使申請喘息服，你會使休喘，你一禮拜一工，所以伊一年伊有52工，但是你就變做講愛提早來申請，愛安排。無即馬都無夠人，臨時要找無人，嘿，臨時就較無法度。所以對障礙者的家庭來講，確實有當時就是無人，伊就無法度休困，吼，無法度休困，對家庭照顧者，可能是太太啊、查某囝啊、是啥啊，吼，就一定愛請假轉來，吼，還是安怎？嘿，然後這確實是對一寡咱家庭啊，吼，這需要，吼。我是感覺是講需要佇倒位因欠的，咱愛甲補入來。像有當時啊，像我嘛聽到迄時大人，阮照顧者佇講，有當時啊時大人暗時啊無通好好困，吼，照顧者其實迄身體健康嘛有一條做法，失靈哦。嘿對，壓力嘛真大。希望講暗時啊有人來鬥相共無，還是講都。禮拜拜六禮拜安尼吼，人放假的時陣，我嘛會使小休困者無，你會使來搞。像暗時啊、禮拜啊，吼，這放假的時間，即嘛確實是無人啊，吼政府遮的服務會使佫較加一數啊無，佇遮的有需要的時間去補遮的時間，還是講補遮的服務內容，佇遮的空遮。伊就是親像一個坑，你知哦吼，一個坑，你就愛去補迄個坑。即馬所以我頭拄仔講，其實政府毋是無，咱即馬已經有一個基礎，只是無做好，無做甲真理想。但是就是透過像這副秘書長伊的經驗，也是講大家的經驗，吼咱會使甲看講問題是佇倒位，會使互伊佫較好無，佫較好無安尼。是即個咱的。這個真負面吼，就你來看，這個3.0，還佫有其他什麼所在是精進，但是還需要過來補足，還是講其實已經有這個理想改到這個方向是對的。對這個問題，我想要回應，就是講在迄個3.0精進的做法內底，伊有講到一個，就是講年輕。少年型的失智的，失智的這個咱的個案吼，這個部分就是即馬對這看，這類的少年人是需要，伊是家庭的經濟的支柱，所以呢，伊需要的是伊的工課愛繼續去繼續，吼，會當繼續佇迄職場工作，所以伊的工課再設計。這個工課就足重要，吼，互伊會當會繼續佇個社會，佫會當食頭路，會當維持家庭的需要，所以這是一個足重要的議題啦，吼，就是大概各方的專業人員，佫咱整個的這個政府部門就需要做協助，所以這就是咱一個足重要，但是咱這為數多啊少？這為數即馬咱台灣來看吼，應該有幾啊萬個啦吼，幾啊萬個哦，幾啊萬個少年型的嘿，對，少年型失智吼，這就是咱政府愛去重視的，因為一個人就威脅一個家庭，哇，吼，這是最重要的部分。另外就是講，佇這個真正的政策內底有講到有幾個專章啊，吼，一個是咱的身心障礙專章，一個是咱的失
失智症者專章，啊，一個是咱的原住民專章，啊，這就是特殊族類照顧，啊，這照顧若有到位，我看對咱台灣是一件真好的代誌，真水的代誌。所以吼，這專章內底有符合着咱在座有身心障礙者，也是講咱有失智的人，也是講咱有迄個原住民的朋友，因的需要，我感覺這都愛聽因的心聲，因的需要佇對，安尼才會當符合因的需要，安尼嘿。是，但是我看講吼，伊這有一項無縫銜接醫療。出院準備的時間縮短至2天。在過去我知影講有等到1禮拜啦，等足久的。這是啥物原因？要銜接起來，其實有困難的。以前是咱是有長照1.0，但是長照1.0伊是較片段式啊吼。啊，即馬是2.0的時陣，就較有整合。啊，到3.0就是應該更加緊密。啊，這佇病院在住院吼，大部分咱有失能的人。就是講有障礙的人，伊大部分攏是因為中風，咱有統計過吼，健保署有統計過，第1名是中風，啊中風會導致伊的功能、身體功能會失能吼，啊這個部分就是變講伊佇住院的時陣，咱就要開始來準備伊身體伊要安怎漸漸復原，要安怎甲訓練復健也好。也是講咱後壁的長期的照顧也好，要安怎來安排，所以這段就愛佇病院就足早來準備，啊，這準備就愛靠咱病院內底醫生、護理人員、社工，啊，閣有咱的其他人做伙來做。第一點就是愛做評估吼，伊的需要是佇倒，啊再來就是愛看伊需要啥物資源，啊來就伊等於愛啥物協助。啊，要安怎銜接長照資源吼，啊，所以伊有一個 CMS 的評估，吼，就佇病院就愛做好，我進前佇屏東縣的經驗吼，啊，我嘛感謝進前的屏東縣前幾任的迄個局長吼，薛部長吼，就是咱尾仔到衛生福利部做部長的薛部長，伊就特別講，啊，恁病院就是授權互恁吼，恁就是先甲迄個照顧的計劃攏用了好，寫好出來，嘿啊。病人要出院進前呢，你就愛想辦法，甲伊的輔具、甲伊無障礙設施宣傳得好，傳得好。伊要回去，就愛準備得好，吼，會當回去，就會當在家就能夠安養，吼。啊，這就是一個最好的政策，就是講為病院。所以護理師長，咱簡單講一句話，今麥你處理人若有安全拄安全，你就隨敲電話1966，啊，然後啟動相關的流程。是不是安尼講？是，啊，若住佇病院，就應該是對病院就因有發動啊。較早就啟動這個機制，安尼，互伊會當服務緊到位，吼，無縫銜接入去，安尼。哦，這就是所以你處理人，吼，如果觀眾朋友你咧處理人，有拄啊住院，還是講有拄啊失覺察，什麼所在？是。誒，病院應該是會當啟動，即馬現時就會當開始啊。即馬現時會啟動，啊是即馬誒時間是進前最早是45天，即馬到4天，啊即馬3.0希望目標是2天，2天，啊希望最高目標是出院的動力就會當銜接長照服務安尼。哦，所以來看嘛，講大家觀眾朋友，即馬有接無芳無啦吼。哦，刷來要請教吼，張理事長吼，理事長你家己也親身來經營這個長照機構。是。對你來講，這3.0對恁這機構，恁這是住宿的還是住宿的吼？對恁來講有啥物改變？2.0甲3.0，就是加一個，就是咱即馬未來已經去年7月開始咧試辦的 HAH 嘛，RPAC 計劃，即馬已經開始咧實施，開始咧計劃，開始咧做啊嘛吼。但是這個是講，以目前來講，伊毋是落實到全國每一個縣市的試辦啦。啊，佫無？啊，無落實到每一個個案，啊，每一個人的試辦。那阮機構拄到的是講。因為伊即馬這個計劃有幫一寡咱特約醫院來巡診的病院，吼，啊個減少就醫方案的這個計劃，才會使啟動這個計劃。啊，但是這個病院啦，到阮來阮機構來巡診，這個病院啦無愛做這個計劃，啊，阮個袂當啟動。哦。嘿，啊，醫學中心伊願意做，
但是醫學中心可能為的就是無符合這個條件。嘿，所以目前阮拄到是有這個問題。2.0至3.0，其實這來講一直攏無佇機構，一直攏無1.0、2.0、3.0攏無補助。一個是敢若長照補助一年12萬，即擺剩12萬，講要到18萬嘛。但是18萬還未公告嘛。所以所以我這寫傷緊。即擺加速，因為這賴清德總統伊的政策是18萬嘛，本來是講明年才要啟動嘛，就是阮專聯會有去反映講應該提早啟動18萬嘛，但是這補助是補助去加速的現象，唔是補助咧恁。愛帶滿180天，所以年底再來申請這個費用，所以加速愛先答，家己先答，再來申請，但是還未公告，會通嗎？還未公告。即馬就是安尼啊，一個月我可能就愛每個月3萬、4萬、5萬，我先讀啊。等到10月的時陣，年底嘛，10月我已經確定已經帶超過180天，我再來申請這個費用啊。其實這個部分，阮有足濟患者是像我舊年才開始有3個患者。需要申請這個，我才去了解。其實有真濟家屬攏唔知影會當申請這個費用，因為伊無身障手冊，無低收入戶，伊個攏總無啥補助。伊本身伊有農保，其實嘛認為講有農保袂使，但是我就是豆一項去了解，其實農保嘛會當符合，伊會當請這條費用來補助，對。但是目前是講，伊已經舊年已經開始，已經帶幾啊年啊？為什麼每一年一定愛180天？伊已經直接帶，譬如講，伊101年開始已經帶真久啊，伊個應該繼續補助伊才對啊。為什麼愛逐年滿180天再來補助這？部長啊，有聽到無？對。這有帶上的事實，而且帶久，佫愛申請佫證明180天。每一年年底再佫來定清一屆，再佫來補助給家屬，這是對家屬家屬來講，這是先愛支出一部分，佫愛一個行政的一個程序的問題，這無必要安尼嘛。因為伊佫繼續，伊佫無法度轉去回歸去家庭啊嘛，一直愛帶佇個機構內底。這個補助就是應該愛嚴肅嘛，延續這個補助款才對嘛。所以唔免講伊佫去。伊佫去送一屆，一年一定愛每一年帶180天才去申請這個費用嘛？是毋是應該是愛安尼誒？那一個家庭，那一個是大人送你恁遐，一個月上無愛開3-4萬吧？即馬基本護理之家，基本新北市來講，基本是4萬2起跳啦。4萬2起跳。耗材啥物，留住啊啥物，這攏每一個患者無共款的，攏愛家己出來。我若180天，我就徛6個月。6個月，毋就20幾萬，將近30萬。是啊，家己先貼。對。是。我安尼敢袂通？是啊。擱一個就是講，因為即馬就是講咱。2級甲8級，咱佇居家的補助是像8級是上懸的。咱若佇居家的服務，咱是會當補助，咱毋是24點鐘哦，佇居家服務是攏幾點鐘啊爾。算點鐘啊。第8級的話吼，佇服務哦，佇第8級的話，佇居家服務是3600，3萬6180塊哦。你後個月啦轉來去機構哦。個變一個月，敢若補助1萬塊。你感覺安尼對嗎？而且阮機構是24點鐘的服務哦，24點鐘的服務哦。這是啥物邏輯啊？即擺邏輯，所以伊完全佇1.0、2.0、3.0，攏無甲機構補助納入內底，攏無做落去。即擺是。補助來機構是用專案，每一年有不同的專案來補助下機構。譬如講品質獎勵，甲提升照顧品質的獎勵，健康的獎勵品質。這個是每一個方案，阮機構的人，佫愛去做一項
做一項計劃，所有的文書啦，所有的人啦，攏愛一項機構，甲機構內底實際咧執行的代誌，佮愛擱定做一改，佮定做一改，每一項攏愛定做一改。你為什麼阮逐年，阮互你一改，阮攏愛經過下恁衛生、恁地方定予政府，也是中央的評鑑，也是督考。你為什麼袂當講，阮通過這個評鑑督考，你佫來服務校阮？為什麼要用計劃？那計劃這條錢會使直接個轉過來，阮機構內底補助無？哦，這實在是系統無共款，啊變做無整合起來吼。你這造成就是講，你中央嘛一個計劃過來做這個行政嘅工課，地方嘛愛做這行政嘅工課，阮機構嘛愛做這行政嘅工課，啊，佮請一個工課愛做評鑑的老師，啊，大家做一個老師做公工啊。老師愛請哦，每一個老師來評鑑共款的，愛評鑑3項。所以你機構就一年燙天就可能1/3的時間咧做評鑑。去年做到正月，做到11月，做攏做干那檢查11個計劃。哦，你比機構就愛做到安尼。去年阮真的做到11月。哦，所以嘛，所以這其實多多少少嘛影響到照顧的品質咯。對，啊，伊的精神是講，伊利益是好的，伊是希望提升阮的照顧品質。問題是，阮干那做這計劃，干那寫出來做這資料做報告，有啥物時間去照顧品質？所以到最後，阮就是講，阮賣退啊，阮賣退你這條錢，阮來顧好阮的患者，顧好阮的住民，安尼就好啊。是。哦，所以這強調3.0哦，應該3.01哦，愛想到這。對，所以阮希望就是講6級至8級，咱莫講2級，這攏是較輕度的，應該是佇家庭咱的居家來照顧來補助就好。但是咱即馬應該80歲以上免綁食量表啊嘛，所以你外頭的選擇，伊是毋是伊共款的薪水，伊要去照顧6級至8級。中度還是重度的患者，還是伊要選擇去照顧家己的行路80歲左右人。啊，所以你應該學家屬有一個家己選擇的機會，家屬來選擇講啊，我這個補助吼，我來選擇我厝的人有6級至8級，中度甲重度的，吼攏愛倒眠床2點鐘愛翻身一擺，愛換藥啊，愛灌牛奶啥物濟，還家己選擇講伊來。機構24點鐘服務，還是講伊來家庭請人來服務，但是你這個補助款愛攏共款嘛，唔通講你佇個厝，一個月當補助36180塊，來機構24點鐘，卻變成1萬塊爾，這是做不合理的啦。哦，這聽就知影真無合理吼。對。但是還佫一項吼，他拄仔就延續這副秘書長你所講的吼，恁兜的。外籍移工，拜二要去休困，啊，恁查某囝可能也出去佚佗，吼，啊，出去愛甲同窗安怎？即馬超過20萬的這個外籍的移工看護，吼，但是伊即馬開始會當放寬講，會當使用社區式的，這個喘息的服務。你希望這個喘息服務會當做較有意？有個什麼，比如講，這個人來的時陣，會當陪你去到你要想去，比如坐捷運，哦，要來去兒童樂園，要來去貓空，要來去安怎？你的理想是安尼嗎？對，阮是要安尼講啊，因為阮是自細漢都種來，哦，所以其實我自細漢都坐輪椅。哦，我就需要人來甲我幫忙，哦，所以較早細漢時，爸爸媽媽、阿公阿嬤來幫忙啊大漢啊，哦爸爸媽媽講真正看我生做遮大顆嘛，爸爸媽媽講哇我真正無法度甲你抱來抱去，哦，所以就請外勞來甲我幫忙，哦，請外勞來甲我幫忙了後，就變講我的生活，我的讀冊啊，也是做工課，吼，這個
生活的範圍都變大，哦，但是阮安尼看來，但是變做我都無法度休困，哦，因為我真正遮同情，哦啊，結果去甲政府講，恁有相關的服務來甲我幫忙無？伊講無，哦，較早是無，哦，所以慢慢啊變做有即個喘息服務，啊，也是講啥物服務吼，但是就變講，這服務就遮歹用，吼，所以阮是主張講，我的生活，吼，就是阮就需要人甲阮幫忙，甲阮照顧，啊，但是莫因為這服務的政策，吼怪怪，吼，敢若看到人的動靜，看到人的迄個障礙，哦，所以就變講，哦，所以你就住喺厝咧，哦，這個都有一個刻板印象，哦，所以阮主張就是希望就是所有的服務愛照這個人日常的生活來做討論，哦，阮嘛會當接受講，可能有人來服務我講，我可能要出門，哦，我可能要出門到貓空，可能這個服務人員講，我可能無愛接你這款的，OK 啊，咱來協調嘛，對啊，咱來喬啊，哦，啊，你若無愛，哦，就先邊仔的朋友講的，伊可能會當幫我洗身軀，哦，伊可能會當幫我做其他的代志，那安尼我就愛來規劃講，OK， 阮要陪囡仔出門，阮就請一個會當陪我甲囡仔出門的一個服務人員，安尼我轉來啊，吼，咱就提早來用，講我即擺可能需要洗身軀，啊，就請一個會當幫我洗身軀的人來幫我小可做一個服務，哦，那安尼外勞嘛會當好好啊去休困，吼，安尼大家較會，都較袂遮忝安尼。副秘書長吼，因為你也做到副秘書長，相信你應該有一個系統性的思考。這個系統性的思考就是講，我這個大系統裡面，我要找到每一個人，王思昌、雞尾炮，大家都捌透透，啊，攏做甲條文，可能無法度。對。那麼應該做什麼？都一種規劃，乃至到講，譬如講，有民間的公司來提供這種服務。啊，以政府的這個態度去做outsourcing，互因來做這種服務，因來做專門的這種專精的服務，啊，政府來付錢予這種公司。無一般的這個中教服務員，應該是無法度做甲遐有。我應該是安尼講啦，中教服務員有法度做遮有無？其實是有法度的，但是吼，其實是源頭的政策，例如講。阮學會甲真濟障礙團體，政府講我要準備要長照3.0的時陣，阮都無入去開會啊，都無來聽我的心聲，所以因變講做政策的時陣，就是會變我較是大人，迄個生活的路，迄個。慣形態，變講阮較少年的障礙者，互你會食會困難的就好。但是阮較少年的就個愛做工課啊，就個愛去讀冊啊，就個愛去做別項代志。變講這個制度就無法度。你有統計就像你安尼需求的人，差不多全台灣，差不多幾偌濟人？即擺障礙者有領迄個。障礙證明的人已經120萬以上啊！120萬。好，那但是阮初步估計，可能也是像阮這款定走來走去的，至少30萬人到50萬人以上啊。咱佔一半算50萬啦。哎呀，算50萬。50萬的這個人力的需求不少哦。對啊。吼，
啊，因中照一般的人手都無夠啊咧。所以阮有另外一個制度叫做自立生活。自立生活，自立生活嘿，自立生活啦吼，內底有一款有一款服務人員叫做個人助理。哦，個人助理，對哈，所以這就會當較會當陪我出門，會當陪我。啊，這個人助理是屬於長照機構內面的附屬服務。另外佫生出來，對，這另外生出來，另外生出來嘛。所以錢嘛是另外一條錢，所以變講服務就攏散的死。散的無共款的部會啦，所以對一個障礙者來講，伊需要可能有人來甲伊倒洗身軀，譬如講啦吼，啊陪伊處理，啊陪伊做啥，啊伊就後陪伊去做工課，啊伊就迄個計劃是無共款的。哦，可能是迄勞動部的啊，這條錢勞動部，這條錢衛生部，這條錢內政部，多一個也無共款，所以對因來講嘛是辛苦啦。啊，毋過咱講轉來咱中照這3.0哦，內底還佫有一寡物啊無寫着，譬如講咱住院的時陣有照顧的問題，吼啊。病院內底這看護，咱即馬請一工，可能攏愛3000外塊，4000塊咯，4000塊對。所以對一個家庭來講，其實伊的付出嘛是真懸的，吼。啊，像咱這即馬咱島內底吼，無寫着，就是這住院看護啦，住院的這看護，即馬政府嘛有一個計劃，吼，叫做住院整合照護計劃。啊，伊就是吼，這病院內底的照顧服務員是病院來請的。啊，請好就甲這護理師同齊去照顧咱病房內底病床所有的病人，吼啊，但是咧在看護的費用，吼上懸一工吼，咱民眾一工敢會使收1050塊爾，所以比咱即馬若搭哩請這減輕負擔啦，減輕負擔嘿。啊，另外還佫有其他的，譬如講咱頭拄仔講。較少年的才會失智的，吼啊！但是即嘛拄着足儕較少年，啊，但是伊是中風的，啊，中風伊就需要真儕資源愛復健啊，吼，愛有時間去互伊慢慢啊恢復，甲伊進前的程度，吼啊！咱即嘛攏有遮個計劃佇無共款，愛。還佫佇試啦，我嘛袂當講伊已經完全好啊，伊還佫佇試辦階段。咱即擺咧看吼，足儕試辦吼，啊，其實攏牽涉着錢。對。啊，這個錢攏來自無共款的部會，啊，無共款的科目，無共款的出發點吼。對。啊，要甲整合，講到底就是無錢，就是萬萬不能。無人無錢。無人無錢吼，但是愛先有錢，才有通啊想講有人啦。哦，啊！你有人無錢，佫較無效。但是即馬我就咧問哦，即馬咱的中照攏靠食薰的人，吼，咧管轄。食薰的人足少啊。啊，即馬食薰的人愈來愈少。啊，所以毋才有想講要來用保險，吼，雇主，哦，政府6成，雇主2成，啊，咱交健保的人2成。這安尼會通嗎？這是毋是會佫增加着？因為咱健保吼，嘛咧講無夠錢。對哦。健保也有可能會提升，吼。啊，這財源毋知要對倒來呢？我毋知3位有啥物意見？其實，我就先講啦。其實，咱頭拄仔講足儕是需要的部分，但是即馬需要的部分是無滿足的，吼。啊，就算講即馬衛福部直直講吼，咱即馬錢基金的錢是有夠的，即馬還佫有存2000萬，2000億，嘿對。所以應該是講咱政府有聽到咱的心聲，伊會使去做佫較濟的代志，因為即馬是無做到滿啦，即馬是無做到滿吼。啊，咱頭拄仔講的，咱的需要足濟款的啊，吼。啊，才有法度去滿足無，這是第一個問題。啊，你講買保險無？這嘛愛討論，老實講，因為伊牽涉的真正是足濟，是毋是一定是政府誒6成吼，企業頭家2成，咱家己2成，這種設計嘛無一定是安尼。但是即馬咱政府無去討論這，
好，所以民眾敢有知？唔知，吼啊，到底是安尼較好，還是安尼較好？咱攏無，即馬攏無遮個討論啦，吼。所以像咱頭拄仔佇講的啊，咱即馬健保嘛講啊，我健保無錢，啊長保愛需要偌濟，吼。以世界來講啦，吼，長保即馬大概啊是健保差不每一個國家攏差不多是安尼，就是講。長期照顧的保險差不多是健保的1/4左右啦，吼啊，所以咱算起來，咱台灣嘛要2000億啊，係啊，啊，咱即馬2000億，譬如講，咱即馬基金有法度囥遮濟錢落無？吼啊，囥遮濟錢落，才會咱民眾的需要，敢做會到？吼啊，若無夠，吼，咱譬如講，真正那一定愛保險，無一定哦，吼。萬頭拄仔主持人講的保險，啊，若其他有這通膨嘛，吼，還是講有其他的狀況來發生，咱嘛無一定講伊都有夠啊，對。但是即馬重點是講，第一個需要有滿足無，第二是唔管是講這個稅收也好，保險也好，咱政府對未來10年、20年以後的台灣，這個長期照顧的規劃是安怎？咱即馬都愛甲民眾討論，愛有遮個知識講，哦，原來我10年以後會拄到遮個代志，20年以後的台灣是可能是安尼，吼啊，咱即馬就開始愛規劃，有規劃遮個政策，毋是講一工兩工就會使啊，所以這是包括是講甲咱的遮個專業的人員，醫生啊、護理師啊，咱專業人員。各團體也是講民眾的需要，每一個所在攏甲照顧有關係，啊，這都愛同齊來討論。無即馬大家攏講哦，這較好，迄無好，啊，若個政治擱摻落去，安尼民眾的需要是佇倒？因為我等這個議題就是講，實際上已經網絡頂頭有人咧話起這樣代誌。對，因為其實這佇馬英九總統迄當陣啊，就開始啦。對，吼啊，但是講一支長長啦，無人認真咧討論啦。對啊。因為這咱已經是也未對超高齡社會變做超高齡社會，所以每一個人啊飼5個老人，吼啊，人社會整個愈來愈老，啊，大家鬥陣老去，總是要有人來出手來想這個代誌嘛。副理事長，是拄啊講着講買保險無吼，這保險就是愛從長計議啦吼。啊，但是講主持人拄啊有哪有講這久進前就咧講這個議題，啊到即馬閣無看到影嘛吼。啊，其實進前專家是有哪有做一些推估啦。啊，我感覺講這個議題愛較早啟動來討論吼。啊，這世界。各國吼嘛是有一點是保險制，日本就是保險制嘛吼。啊，所以日本因就講啊，要討論講對幾歲開始交吼，啊，這對幾歲要開始交吼，我看佇咱台灣可能有哪是總好愛討論足久，愛差足久的啦。係啊，日本是40歲才開始交啊。但是目前還未進入到保險的階段吼，即馬稅收啊，稅收其實伊是一個就是剛剛主持人嘛講，這會當維持偌久，這其實。咱嘛是無確定啦，吼，這可能有哪是隨着抽菸人口跟那個有一些稅收的減少都有可能哈。那我覺得就是即馬就是上好是咱的資源、咱的資源啊，甲咱人才、咱的服務啊，對整合迄個角度來做，吼。像拄仔咱聽誒在場的副秘書長還有那個秘書長主任啊來討論，就感覺講伊一個照顧是一個片段式的、殘補式的，所以講。變講一個人的照顧可能分足儕部會去處理吼，啊一個服務整合吼，迄個這個整合啊個銜接的部分攏有斷點，所以這部分就是講咱即馬愛，我感覺是較優先要來處理的部分，這是較重要啦。互資源的利用會當閣較有效，資源的利用會當閣效率閣愈好，啊人才會當變成講咱做分流吼。拄仔有講，就講核心非核心，啊，核心的就是最主要做這個照顧，直接對這個個案做照顧的工課，這就是核心的技術嘛，吼，那是技術人員。啊，那其他非核心就是
摒掃厝內啦吼，啊煮菜啦吼，還是買物件啦吼，這是針對個環境吼，這就較無共。所以這人才培養可能就是愛閣有進階啦吼。我感覺啊，另外一個就是考慮到拄啊，咱這個副秘書長講的講，伊會當希望滿足講我心內我的社會角色會當照顧到這塊。這塊是要經過訓練的，吼，咱即馬攏較做技術的，較無照顧到咱的心理層面、心理的層面。我感覺這就是咱的照顧的，咱的照顧的人力，愛進一步開始受這個訓練，懂得怎麼樣去提供個案他心理的照顧，跟他社會上面他的角色的維持跟需求，我覺得這一塊很重要。嘿，不是，你睇下講到整合吼，整合這個工作。應該由上來先發動，還是有問題的人舉手，恁來處理。但是通常攏會拄到這種代志，就是三個和尚無水啉啦。這整合就是，即馬整合的角色應該是衛福部嗎？應該，即馬應該是衛福部，唯一的單位就是衛福部。其實行政院嘛有。長期照顧的委員會啦，因固定攏有佇討論，只是講咱行政的部分啦，吼，都是勞動就勞動。就他理事長講的那個，甲編幹嘛？一個編幹，編幹嘛3、4擺安尼。係啊。毋過吼，其實我感覺另外有一個問題啦，咱討論講，遮爾濟服務，遮爾濟需要，唔管是人力還是講錢的部分，有一個。關鍵啦吼，咱民眾唔知影咱的服務佇倒位，對，然後咱的服務做了偌好，嘛唔知，咱嘛唔知，但是政府也甲你講，咱即馬滿意到，做了就好誒，即馬有8成、9成，大家攏有 cover 啊，對，但是這就是這數字吼，其實愛放喺網絡吼，大家公開，大家攏會使知影這個資源，這個數字，這個數字啊，哈，因為很多東西沒有公開，無公開，大家攏嘛唔知影講，哦，咱即馬是做甲大，啊，咱即馬是安那欠偌濟，這就是頭拄仔講，咱愛互民眾知，愛討論，但是基本上這個資料攏無公開，大家攏唔知。阮會做這集，就是因為真濟觀眾朋友其實都無了解，對啊，會當變做伊生活，因為想講啊，這應該我袂拄着，係啊，哦，但是我來講，人就是安尼，你一定會拄着，你一世人一定會拄着，你是這樣，在恁來看，恁所需要的物件，或者是講恁所做的代志，要觀眾朋友了解，一般的民眾，然後來才知，要使用這些資源的人，要去倒去找恁。要網絡頂頭找，還是要去倒去找安尼？其實吼，佇阮機構內底講坦白來，阮即擺攏無咧拍廣告啥物啦，因為即擺攏滿層啦，做袂完啊啦。我剛才今日拄仔來到遐，甲遮吼，我接5通社會局、台北市、新北市社會局愛安置、社福愛安置的個案，找無名稱、找無稱位來安置啦。所以吼，即擺這咱政府來講吼，長照1.0、2.0、3.0，其實宣傳攏無夠。其實阮嘛已經有甲中央建議講，你應該是愛合地方，還是講阮合會、各合會做一回，大家來宣傳，一直來宣傳咱3.0到底有啥物服務，合大家攏知影。啊，其實正經是，你要看每一間機構來參觀的家屬，你這個頭家你捌甲對。你會去建議甲家屬講，哦，你有啥物服務會當去請，你有啥物補助會啥物去請？因為我是太了解做8到30年啊，所以我會主動去甲我的家屬講，你會當去請啥物？我甲你資料甲你請來，你緊照安尼緊去請。咱加減，因為這是長期佇這機構，其實佇所謂照顧佇機構是上重的一個支出，家庭支出的上重的一個費用。所以這是足重要的，足重要。但是佇咧長照內底，完全無看到政府對這拽家庭有啥物的好的合家屬可以當降低伊。唔知要去倒去找資源，了解資訊幫忙因。啊，死好，即馬足儕家庭敢若生一個後生、2個後生，還是講伊早期離婚的拽。
伊交伊錢付袂出來遮，即馬由消費局來接手來改照顧來負債錢。對，其實即賣家庭愈來愈細啊啦，啊像頭拄啊理事長講的，講宣傳吼，要咱家嘛透過節目啊，除了這長期照顧服務這專線1966以外，其實咱即馬全國嘛有一個免付費的專線吼，提供予咱的家屬來使用，這0800507272吼，507272嘿，這個專線就是講咱攏會拄每一家伙攏會拄着照顧的問題，吼，不管是醫療啊、法律啊，是講咱資源佇倒位。其實你敲這通電話，咱社工佇電話頂頭就會使先了解恁厝的，莫講政府愛整合，厝嘛愛整合啊，係啊，啊問題百種呢，係啊，咱透過這電話嘛會使佇電話頂頭甲咱的家屬講，講你會使去找啥，你會使去用。507272